各位小朋友，咱老师要教的物件是食披萨，就是咱迄罗马字内底吼，有妈妈，搁有囡仔。妈妈上爱做披萨吼，所以今仔日咱要做的妈妈，就是老师互恁找咱去练习的这个水久的乌，来，讲一解。水久的乌。对，乌妈妈，要来做乌披萨。 哦，所以妈妈先家孵的起来吼，等下囡仔若咧叫，等下家煮着。所以咱就爱请囡仔坐好，咱这披萨先家切做四块，吼，安尼一块，两块，安尼吼，咱就要用母音，就是小孩子，吼，子音和母音，吼，安尼来教做披萨，OK。好，即马这妈妈叫囡仔坐好，所以要甲叫伊坐好正正。正正。咱来甲伊唱歌，吼，甲囡仔叫伊坐好，预备起。皮皮壳，皮皮壳，皮了皮壳。
那你给我叫努努，史努比的努努，来，努讲披萨，第六，快点来，讲披萨，答对了，来，温丽丽，讲披萨，12号有没有哈？来13号，注意了，13号，来，酷酷，好酷的酷，然后再写酷酷，客户酷嘛哈，跟着嘞，酷酷讲披萨，对对吧？来，可以，可以哈，酷酷讲披萨，酷酷的家，好，13号，来14号讲，讲披萨，17个啊，补上来有点跳吼。3个。兔头的。这个兔头的迄个兔兔。嘿，兔头的迄个兔兔伫倒位？兔食披萨，兔兔伫倒位？来，那个具体看，看那同学资料对不对哈？看那预备，去。
拢无讲，爱讲家己的名。